行政院通过明年健保总额的调整，预算增加到8700多亿，比今年是加391亿。另外会动用健保基金43亿来补健保点数的价值。不过外界惊讲，若是安尼，会造成健保安全准备金提早用到大底的情形。因为健保署强调讲，明年健保费率未受到影响。明年度的健保总额成长率会达到国发会协定的限制上最4.7%，预算金额是8755.33亿，甲今年比较加付出391亿。付费者代表不满政府在无法源支持之下，直接来动用健保安全准备金的43.3亿来补今年的健保点值。担忧，在115年调一般会议的时候，应该会调得很高，而且安全准备大概在116，甚至可能会提早到115年度就用完了。健保总额的成长率起码要到6% 以上。住院时间延长的问题等等，透过费用的这个健保支出的增加，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些民众健康的问题。伊家认为，政府的做法对着稳定医疗品质、降低医护人员的离职情形有帮助。不过，付费者代表是关了讲，政府动用健保基金来补这个健保的点值，会影响健保财源稳定，也无考虑到健保委员会意见，危害医疗生态加就业品质。未来万亿健保安全准备金提早用完，是不是来起这个健保费率，都要密切来关心。健保署是回应，政府今年加入特别预算240亿到健保基金，是为了稳定健保的预算。明年健保费率未受影响。今年所支出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政府另外编列的公务预算，并不是来自于保费的收入。所以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家的权益。对着健保总额调整，伊甲付费者代表是看法不同。不过安怎来提升医疗品质，甲增加医疗韧性，除了经费补助，恐惊也需要其他配套做法，才法度更加完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